过来，这是台湾生态重大的发现。台湾紫斑蝶的调查员伫高雄的木林发现一只紫斑蝶有做暗号，确认就是今年的9月为苗栗放飞的蝴蝶，也就是讲，这只紫斑蝶飞173公里，大约半个台湾为苗栗飞到高雄。这嘛是监测紫斑蝶迁徙计划这半年来一个重大的突破。台湾紫斑蝶是全世界当中只有台湾才有的，每当11月到3月，就会伫高雄木林出现。今年大约40万只，是近年来上大量。无管处对100年开始投入监测计划，就是想要找出紫斑蝶冬天南迁的证据，一直到即嘛，总算记录到第一只冬天南迁的紫斑蝶。北部的蝴蝶到底会不会往南飞，其实是很多人在质疑的。其实它的代表性意思就是，北部的蝴蝶真的会在秋冬的时候是往南飞，而且飞到蝶谷去。放大相片，每一张拢是数十只到100只紫斑蝶，经过10冬的追踪，一直到今年12月，总算发现一只标记 FC922紫斑蝶来自苗栗南迁过冬。趁着蝴蝶来到南部过冬的时间，快速的，然后很频繁的去帮蝴蝶去找它的越冬地，跟就是希望能够找到有标记的蝴蝶。紫斑蝶的寿命只有6个月到8个月，但是标防的工作必须要每当持续，才会当确定迁徙的范围。即马确定紫斑蝶有南迁飞行的记录，嘛，互台湾的生态史上加一笔重大发现。